这礼拜会有2尊的冷气团影响台湾。今仔透早，北地上低温是伫苗栗的三湾，降到4.2度。气象署表示讲，拜四阁有一尊强烈大陆冷气团水汽较高，天气会搁湿搁冷。拜五、拜六西部佮宜兰地区只有10度到12度，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可能会落雪。 拜二透早受大陆冷气团佮有辐射冷却的影响，伫苗栗三湾降到4.2度，这是入冬以来平地上低温。气象署表示，拜四开始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各地温度会搁较低，台南以北可能会出现10度到12度的低温，广阔的所在受辐射冷却的影响，温度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。 那我们预计就是说，在这段期间的话，包括甚至在整个西半部，然后跟宜兰地区的一个低温上，大概就是有落在10到12度左右。然后在其他地方的话，只是在15到16度这样一个温度。那当然就是说，在有些空旷地区以及金山区的平地，温度上就会再来得更低一点点。 气象署表示，接下来这几天要注意辐射冷却的影响，透早气温会增加。拜二各地天气算稳定，不过对拜三开始水汽会略略增加。拜四强烈冷气团落南，而且这波冷气团水汽较高，一直到礼拜的天气拢会是淡冷。在礼拜4之后，一直到礼拜6的这段期间，包括甚至在北部、东半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，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一个情况出现。 那但是在其他地方的话，像是在中部的平地，然后南部地区以及外岛的部分，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。气象署指出，后一波强烈冷气团拜四开始影响，到时阵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，佮有中部以北2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会落雪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拜五、拜六是上寒的，一定要注意衫敢有穿服够、穿服小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